有好多人都認為做商業就係賺錢，但我聽過最好嘅答案係商業本質係分享，唔好將產品塞喺別人，而係你分享有需要同埋有緣分嘅人。商業嘅背後就係價值嘅流動同埋信任嘅積累。當你願意站喺對方嘅角度去理解他們嘅時候，商業其實唔係一個交易，而你提供嘅係價值，而收穫係信任，順帶贏得一份合理嘅回報，而係一次嘅信任交換，一次緣分嘅開始，一次命運嘅重組。生意用中文嚟講，一個山一個意，山係生生不息不斷進化，而意就係誠意嘅意，係你誠懇嘅態度。所以真正嘅商業不是買賣，更是一個修行，有真誠嘅心，做正確嘅事，交有緣嘅人。唔好淨係諗住想住點樣去同人哋成交，你先要想清楚，你係咪真正想成全你嘅客戶，係咪喺度結一個善緣。真正一個好生意係經得起一個時間嘅考驗，而好生意嘅背後是一個正確嘅人。當你足夠正確嘅時候，你就係錢，錢就是你。